唔同造型，點 frame 都咁有自信，點解？Philips Lumia IPL 家用採光脫毛器，與多位頂尖皮膚科專家共同研發，採用創新嘅光學技術，溫和嘅脈衝光即將毛髮嘅黑色素傳熱至毛囊，令毛囊進入休眠狀態，毛髮會於療程與療程之間自然脫落，同時抑制新嘅毛髮生長。脫毛前，先清潔脫毛部位嘅皮膚，並用剃毛器將表面嘅毛髮剃去，以確保脈衝光經皮膚下嘅毛髮黑色素有效傳熱直達毛囊。然後可以按需要脫毛嘅部位，選擇合適嘅出光配件。4平方厘米嘅身體配件適合大範圍嘅脫毛部位，例如大腿、小腿、腋下等。2平方厘米嘅面部專用配件，附有更集中嘅出光口同額外嘅紫外線過濾鏡，適合需要較精準嘅脫毛部位，例如上唇、下巴、鬢角、比肩尼位等。開啟 IPL 採光脫毛器後，可根據個人皮膚與毛髮顏色，選擇合適嘅光強度。2種應用模式適合為身體唔同嘅部位進行脫毛療程。將 IPL 採光脫毛器以90度直角放置喺肌膚上，並輕輕按住。當安全環完全緊貼肌膚時，綠色閃光就緒顯示燈就會亮起。滑動及閃光模式適合較大範圍嘅脫毛部位。當綠燈亮起時，按緊閃光按鈕就可以發出閃光，然後繼續滑動到下一個皮膚範圍。而一停一閃模式就適合較精準嘅脫毛部位。每次閃光後放開按鈕，將脫毛器移向下一個範圍。每個部位所需要嘅療程時間都唔同，單邊小腿約8分鐘，雙唇、下巴、鬢角1分鐘，腋下1分鐘。每2星期進行1次療程，4至5次療程後，毛髮密度會明顯減少，肌膚變得持久嫩滑。以後喺屋企享受專業嘅採光脫毛療程，就更加輕鬆自在啦！Philips Lumia IPL 家用採光脫毛器。